最近有真侪土豆鸟这种的过境鸟飞到台湾的产地来过冬找食。上主要是因为台湾有真侪产地改有机种植，减少着农药的使用，让自然环境受到保护，所以土豆鸟飞到台湾过冬的数量创下着新高，其中各以婚姻关上多，高达16000多只。过百只过冬的土豆鸟伫天顶咧飞，画面真壮观。一找到好所在，因赶紧飞落来涂骹四界伫讨食。这款农友所讲的过冬鸟，关年时啊伫农田咧出入，农友烦恼讲因敢会食农作物影响生产。专家学者发现讲，因真友善。主要是吃昆虫、吃蚯蚓，它在秧苗里面活动，还有甚至洗澡的时候，都会避开那些水稻。农友伫叫土豆鸟差不多有200到33公分大，身躯的特色有一对圆滚滚的翅，头壳顶的鸟毛袂输翘翘的头毛尾。鸟友叫伊讲是天线蛾啊，热天时啊分布伫中欧、东欧甲中国的东北伫遐生态，寒日时啊对飞来东南亚、南欧甲北非过冬。过冬鸟来台湾过冬的数量佫创下新纪录，尤其以婚姻关看到的16000多只上济。小便痕每年11月到隔年2月会大量聚集在云林的土豆田里，在云林园长、水林等地皆有机会看到小便痕。因为天气的影响，农作物耕作方式有改变，和土豆鸟更加愿意来台湾过冬。林保署呼吁大家，欣赏鸟啊，唔通伤活，唔通去喊吵，唔通甲因肉，唔通藏物件甲因城，和这款土豆鸟会当安心啊伫台湾度过寒天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